好，感谢怡真的说明。继续咱要来关心的就是云林县的麦寮乡前乡长蔡仲坤，伊甲大西乡的前乡长因翁丁文彬等人涉嫌伫2020年找人去发电机组的施工现场抗议，再个趁这个机会，甲绿营的业者讲钱。检方伫蔡仲坤因兜的保险箱啊，去查到不法所得270万。针对蔡仲坤甲另外一个姓陈的嫌犯是声称羁押禁见核准。2020年期间，有绿营的厂商要伫咧云林县内设立风力发电，不过前麦寮乡长蔡仲坤甲前大西乡长林坤营的翁婿丁文彬等等，涉嫌对业者甲相关的承办人员恐吓，发动村民去抗议，要甲人讲钱。发动村民抗议等方式，向绿能厂商借势借端勒索财物。经本署检察官肉夜侦讯后，认为蔡姓前乡长及其白手套陈姓男子涉嫌贪污治罪条例，借势借端勒索财物。云林地检署表示，检调搜证结束了后，25发动2大搜索，伫蔡仲坤处理的保险箱内底查扣不法所得270万，有通知相关的人员到案说明。其中前乡长蔡仲坤甲做白手套姓陈的查甫人，可能会逃亡窜口径，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。有勾串灭证之余，向台湾云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至于丁姓男子，犯罪嫌疑虽然重大，但无羁押之必要，予以拒保新台币30万元。经过了解，蔡仲坤以每一座风机数十万的代价来甲人讲钱。伫做乡长的任内，因为涉嫌贿选，结果当选无效，互人解职。因那丁文彬是涉嫌伫因某林坤营做大西乡长的时，以合法路权向绿营的厂商收560万的乌西钱。目前这个案搁伫咧二审审理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